好開心咧！我哋今日三聯文化基金8週年啦，同埋香港文化想像2週年啦，我哋係有個聚餐嘅。咁其實都係我哋基金嘅一個答謝宴嚟嘅。同埋今日好高興能夠邀請到唔同文化界啊、社會界嘅人一直參加呢個聚會。希望大家一齊秉持住一個目標，為香港出一分力。我成日都話李安小姐個名已經係我哋嘅 DNA 啦。喺每一個文化嘅項目同埋活動裏邊，經常都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我哋好希望用文化嚟到去推廣香港嘅多元文化啦，同埋中國嘅文化嘅現代化。有科技就有經濟。咁啊，而家天下大事，梗係中美嘅問題啦。揾我嚟講幾句話。喺未來嘅10至15年，係中華民族復興嘅最後一里路。係咪？我 talk 就分享咗我對將來嘅投資嘅前景嘅睇法。丙聯咧就坊間有講法就什麼赤馬紅楊劍啦，大家都聽講啊。其實嚟自一本書，本書咧就係南宋柴望寫嘅，就叫做《丙丁歸架》。無論你係對我哋嘅活動啦，或者我哋嘅宗旨咧感到認同咧，你都可以 join 我哋嘅。我哋好希望集合多啲人嘅力量咧，嚟到一齊 promote 香港，令到香港係真真正正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。都多謝呢8年裏邊愛惜同埋愛護我哋慈善基金同埋社會企業嘅每一位朋友，多謝佢哋。希望3聯文化基金都可以繼續努力，大展宏圖，平安吉祥。繼續支持我哋3聯文化基金，多謝你哋。文化共同